个节目赶快要互恁大家当头看哈，所以咱要创一个游戏，你们上去帮他好像，上去，咱要做一个足简单的，我讲一下啊。这个节目哦，恁咧厝诶嘛会当练习。这个节目我是伫网络上看的，很多老人中心哦，伊嘛拢咧做这个节目。这个节目足简单，我甲讲你袂晓，大家拢要猜剪刀石头布，你们就是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以后，三人奖金嘛，赢的人是摕啥？摕一支棍啊！我们需要多一点的人 volunteer， 应该头上台来，无人要甲你讲你的头壳，就是安尼这个哈。上台来，我们需要多一点 volunteer， 赢的人拿红包哦，赢的人到立法那儿去拿红包。OK， 所以大家两个剪刀石头布，赢的人赶快拿这个，输的人要被打头，所以输的人赶快拿这个盖，免得你的头会被打到。来猜拳，1、2、3。1、2、3，对，就是这样。我们这个恰着我卡给人怕了。OK， 3次机会，他还是可以盖啊。还是要打，还是要3次，赢2次的人去立法那儿拿红包。对，好。OK， 赶快，我们需要多一点 volunteer。你不是丢赢，所以这个看得吃。这还对2个。赢的人来给这个。2个，我们需要多一点人上台，赶快上来玩啊！你嘛刚刚你的头壳无问题哦，较紧来这排队。好，来。你这问题都会使咱你手棍子拿报佚佗，安尼恁才会不会老人痴呆。因为不知道谁赢啊，那我们就摆这样。啊，人家足好计较，讲安尼这跟人家斗手架手，哇，这厉害。哦，看安尼来预备起。哦。这里让我的尊敬长辈，这里让我尊敬长辈。2次，再一次再查，谁盖谁的？谁查我什么？哦，你嘛讲较细来者，无法大。来，预备起。太大啦，好多，真是去真大。你来较雄者，伊对你较雄，你无讲？对。好啦，这是怎做的啦？不要怎做的，袂脑震荡啊！哈，来，不是真实的。好，想不要看？对，1人2次啦，伊就是做样品的对。啊，你会记得哦，甲蚂蚁哦，拍较大力，伊拄甲你拍足大力，甲拍到倒，预备起。也不晓得谁被打，去！对，好，这边吼头壳要真高，来预备，起！这个铁棍啊，这无用，这个铁棍。对，谢谢，好。我希望那个长辈会每个都是像他们这么活泼，这么脑子这么清楚啊！古早时代甲7、8十拢袂叮当，咱袂使安尼。来，预备，起！来，过来预备，起！是阮伫咧网络看的，你大家转去吼，我会使甲你谈下某，是甲厝的人斗阵先做真好佚佗。好，那边有，可以了吗？其实吼，这个节目是吼，因为人今仔日舞蹈老师吼，伊是甲咱跳民主舞，民主舞的稍微派遣，伊甲讲内容，咱较侪时间，所以阮就想这个游戏要甲大家同乐，希望你们在家里吼。
先生嘛无乖，你就讲较乖。好，多谢。